收看今晡日父亲类个节目。今晡日咧拜四，后生来时间，老乡亲朋友咧分享问解咧。你从头未上吼，哇，你啊看到当到个爸爸妈妈图声音吼，哇，看到哇个声音是很定一下咯。哦，你要知道讲，个爸爸妈妈其实图声音哦，从按时时间按图到按台，其实非常辛苦嘅。不过咧，做咧按当辛苦嘅歌唱地图，可能有对小朋友基本有一些个问题，比如讲可能系做嘅问题啊，也系讲像系你讲谈唔到嘅问题，掠到问题度，你顺挑解宽进地图，其实唔系讲比比动势哦，其实系易到嘅，该大大一点容易来明确按个问题，而容易来惯性按个问题，基本嘅你当可以做嘅让强度嘅你解特别类比，解是你突然上会向进会解你系历史然后你解各种，解是你解中线每小节，欢迎。大家好，东方艺基本来了吼，去来咧，我系生辉协会协进会的常务理事吼，我七个嘛一个有一个声音吼，希望谈运动，我伫咧做个志工吼，就基本东方艺有咧机会来了。分享你解台姐家下有老大家讲是讲有老大家六人之间老大家都打嘴呼讲，大家都听你说说嘛，因为你小朋友声音系名人就说说嘿，我的声音名人就说说，所以你下都该协进会地都大家都听你说说嘛，哇，安种解称呼安种解文化其实动亲切吼，大家全有了的声音，从第是讲谈到说说妈妈是第系。嘿，因为地讲我很把个名就定爱讲，说说嘛嘛的。所以基本以后其实当翻译做咧绕墙到台姐，绕墙到你解说说妈妈做咧女度，然后大家都分享。说说妈妈又讲，就说说嘛哈，其实你讲谈唔到，你讲谈唔到。两张你讲唔谈唔到，两张你讲全谈唔到。你下叫谁咧？你各种。这种语言性的哦，所以其实的时间你是翻译去谈唔到的。其实佢吼第语言嘅下吼，佢做大言，佢出世嘅下吼，佢出世嘅下动态哦，视前音哦，动态声音，其實不是不解，不到啱，佢吼出世嘅下可能你聲音呢個故事係講你動活力啊，我是想講動好，唔定吼體呢，就從港咧，這個這個大爺帶了家人也長出來啦，佢就有點腦傷啊。其實我發現唔係講佢出去就發現，佢嘅下冇嘅新生兒篩檢吼，我就這個回診啊，經過了5、6個月嘅下先生講，你個聲音吼係個高危險群啊。我講你檢查，去檢查談唔到。先生講110耳聾地，這個談唔到。所以該東西說長度5、6個月時間停停，是去做檢查，醫生是講可能說100%110耳聾，就是那個我們聽障的那個。一個分貝啊，呢個從非常幾樣糖度嘅平台上，我做緊有時對應該打幾個議題吼，做呢個會送台，可能幾樣講啊，戇聽嘅，唔知用蠻講啊，就110，見講乜嘅叫做110分貝糖度，佢時常講，像伊攏唔知嘛，我常講像伊攏，其實使用起家人呢個。比較白話一點哇！所以該東西對你說媽媽來講嘅係一團很動幸福嘅動見性嘅立場哦。其實講聽咧，有啲好動哦，因為最從來係說媽媽吼，是係因為講自家嘅聲音說都唔介意了解世界是翻譯到，其實就按個問題。你下也是過年咧，所以電腦你下你解說媽媽其實都上會協進會咁嘅做志工，對你下東西變得好專業、好了解啊。希望講透過基本依家節目做咧推廣本所有嘅鄉親朋友嚟了解。其實係講我下要都按個聲音，唔是講動鏡，唔是動鏡，你係睇要講八解。
从无吼，没错，哈，毋过伊个深度错嘅方法来面对伊，哈，来开机来捞伊停手，大家咪做底去到讲，其实喺你做底去客户应该困难，嘿，就是，毋过讲到掠，其实对推班，你掠唔推班，要你讲用方言讲，你讲听损。哦，你说讲，其实你讲糖度嘅，应该比例，其实是蛮高的预购。嘿，经过从一改1000改哈，就一改1到2个哈。因为哈一照一控糖度就3改4改啊。哈，所以其实比例预购呢，因为你台价上嘅很少，其实1000改是1改，哦，提供淡甜糖度嘅2改到3改。3、4改，你系动度诶，所以这你系推翻你下一般去讲嘅情况吼。咁个先老乡亲朋友咧讲下到底用音啱就糖度，佢糖度肯定要分好音重，好强嘅，从么？比如讲，从一开始要到呢个100分、110，嘿，100，但是你贵阳机安台上个糖度，嘿。从因因为从爱嗰边前会有动音吼，佢就说声音，佢狗烟呢，佢我袂伫个打字炮咧，奇怪，佢声音用埋全无听筒啊，又唔会讲啊，讲佢学到唔会讲，然后奇怪用嘛，伊就客家长做现场课。嘿，正是比如讲你了解少讲到，比如讲好音重解，比如讲系飞机界上度糖度啦，火叉上糖度。从无喇叭嘅上糖度，像个除草机、割草，嘅机器呀糖度，嗰是很严重，系非常严重。哦，天然类比如讲狗咧，狗从了狗配嘅上，嘿，狗配上吼，以后嘅狗吼，顶嘅碰笋吼，嘅从2-3公尺左右嘅几糖喺度吼，狗吼行5倍，啲件5倍，几糖度，系吼，7-8十几糖度咧。从平常音吼，用啥讲法？迄碰笋吼，有吹风机啊吼，还有甜绳啊，搞吼，特别有讲法，5倍调搞，调全糖的都，冇错，嘿，就正常的人是在这边，紧松感，紧松的音。像这个哈，像这粉红色叫做香蕉曲，原香蕉曲，用啥俩讲法，全地啊动哦，哈，从我本英讲法下，从俩因为伫个隔壁吼，伫个糖拉伊个下吼，俩地本全糖度，冇错，嘿，所以其实好音重的是系解下啲叔叔妈妈讲的吼，比如讲像系飞扬机啊，吼，跟你割草介到糖度，那就是真的做得呢个。重度啦，好非常严重嘅长度吼，譬如讲，你俩紧松音哦，像啥子热天嘅时节有冇？吼，热天伊同挪背时节，你讲哇，个惨叫声有冇？都是到哇，动台上，都是到上去强度，同热天都该状态时节，都会是到强超咧，所以该创个系紧松嘅范围，是哦，所以其实安用你是做对地讲哇，系讲你做该种嘅检测检查，你是台中做对地讲。你改糖度听损，你讲改糖度改央从改长度系不用应改长度嘅，嘿，吼，不过讲实在话吼，到底下一啲未问题讲，其实你系一种糖度改长度，其实佢到底系嘛改眼睛嘅粗心嘅讲，比如讲，他的眼睛有移动哦，嘿，有因吼从声音吼，佢俩从俩浪天吼，抖音浪度从个浪度吼，伊讲吼，佢就动到个。屁孔中耳是那个2个是相通的，屁孔吼，一个屁摸出来啊，那个就是中耳炎，然后它就会比较容易积水，它就会影响。那中耳炎如果反复发生就会，那从很多人在那个高噪音的环境下走谁，从职业伤害诱因吼，这个火叉啊哈，机场啊哈，从又摆起个非常严重，我就看到个警卫去有大家保护盖，保护盖，耳孔带呢，还有一个很多是那个遗传因素，遗传的因素，记住讲吼，诱因吼，呀，气管糖度动气管哦，因每它会隔代遗传，因每个一改就要遗传哈，诱因吼，气管
讲某耳孔的音哈，去地本哈，从某个耳朵里面一个细胞哈，没有细胞哈，有缺损，里面它的耳瓜，我们的耳朵里面有2圈半的那个耳瓜有2圈半，啊，可是有人只有1圈哈，起码嘿，还有在动音柔。自然界老发现，比如讲，你到70岁、80岁，当中你是不是讲，哎呀，阿婆咧，哈重听咧，有冇糖度咧？也是自然界现象啊。还有从因个车祸啊哈，有受损的。那还有呢，像药物的话，有可能，那有可能哈。不过其实比如讲很多个欧亚子，伊系讲伊出世是拄到一个问题，伊有可能是先天的问题。也是有可能，有可能。当然有可能，比如讲遗传遗传也有可能。不过其实粗心的你讲糖度嘅也是有解下乡亲朋友看到嘅情况，我想解都系有可能嘅原因。不过体重又解系，你下解爸爸妈妈吐声音都吐到动物机，不过讲实在话，一开始嘅爸爸妈妈吐声音嘅时间，因为上多自家嘅声音有可能没有糖度。你系当普遍从头会拄到嘅情形，系唔系？嘿，你问题你吼，政府嘛当好吼，政府了有这个推个新生儿听力筛检，啊，那对人家家长当好，从爱来吼，给行5、6个家长进行高危险群长的检查，啊，个你爱声音吼出世吼，去就可能讲诶新生儿筛检，伊个听力筛检，伊做个筛检，是做得去，检查出来。因为改良是往下子强出来，佢可能袂夹，因为佢袂哇紧夹，从无。不过其实你老去讲话啊，佢也袂笑，从无佢嘛袂有反应。其实你可能唔定，其实佢糖度，也系有可能嘅。所以其实讲到俩说，老乡亲朋友来讲，其实用你来发现，用你来发现，用你来注意，自家嘅小朋友可能有一些安样嘅问题。因为看到吼，从这行来讲诶。跟我袂伫个大字袍吼，动台上诶，系睇家只有咧可能有冇？跟你讲咧，N 年嘅之间，他呢度嘅按体能动小，但是可能有一些怪怪嘅冇。嘿，还有动音吼，看电视，你看个声音看电视，紧看紧做咧跳起去，伊嘛系伊讲有问题啊。真嘅，所以佢系讲紧看电视，紧看电视即係也跳起，也跳起，就跳起去。梗係因為佢可能糖度嘛，所以佢嘅專注嚟提供是會改變，佢可能上啲很好多種你阿媽係一陣都做啲注意嘅地方。其實做啲啦，鄉親朋友咧不一樣咗。譬如講你講兩片有糖度，咁個譬如單片糖度嘅聲音，像係多嘛，像係單片糖度，其實因為佢糖得多一片，所以佢也會讓你講喂，佢也做啲讓你開。伊啊，做啲糖嚟到滿兩解生，所以佢係完全冇問題。不過像係有個小朋友啊，佢形容佢大概講嘅法，其實那年天法，我媽媽講啦，阿婆講，啲人講，佢相信呀，唔會遲到啲有乜嘅問題。不過你講啊，叫啊，其實三次大年嘛食起來，你則是有食去天才飯，你則是有嚟講嘅法。跟住單車誒，媽媽是會遲到講，奇怪你看到这个是动细微、动有的提供，我妈妈系讲要专心去注意佢知道为什么做埋会安样呢？佢润然会用2只耳孔来糖碱法，所以妈妈是知道怪怪的，所以是其实结果真是2片做得讲係完全糖度，因为轻度停，因为讲锵停，佢係非常嚴重嘅2片嘅耳孔係完全糖度，所以其實從第一做細提供爸爸媽媽到聲音相處嘅時間是咪啲講，安樣嘅細提供是啲講，其實可能聲音沒有糖度嘅問題，這是很微小嘅提供嘛，不過其實除了叔叔媽媽講嘅，叔叔媽媽講嘅，比如講從啲大氣泡嘅時間，佢到底邊唔會降到看電視熱跳起，然後講從家下愛講嘅，你嘅加鐵法，潤山度鏡片來加鐵法，講到昨天又有辦法到鏡片，開始就知道講，所以主要聲音係沒有耳孔糖度嘅問題，不過其實還有乜嘅東西嘅讓用嘅，還有用於嚟面對處理去療下，等下就做位。基本呢當關於做啲繞牆道 MP 嘅中台這一類就接地圖，然後大家嚟打嘴鼓。
係做啲兄弟睇姐啊，做啲係你嘅睇姐叔叔媽媽，全部做啲基本嘅上台節目其實要讓你嘅鄉親朋友來分享。其實你下屆小朋友要談到嘅問題係比你係清高嘅，清高。以前屆是有一屆、兩屆帶片談到嘅是有兩屆、三屆、四屆，咁樣屆比例。其實喺你請你嘅爸爸媽媽來多注意。不過咧，拄到也唔是驚。係按唔是驚，你肯係做得去面對，做得去處理，你咪做得清到好嘅方式、好嘅方法，強下來，行按樣嘅條路，係，所以上台節目還有講到，該到底係用啲來扮演，你自家嘅小朋友有按樣嘅問題，其實做公司才會除了睇這講嘅，該5張頁、6張頁嘅時間是要給你做檢查，還有一種方法，一平常時讓小朋友相處嘅時間。所以注意好多嘅細節，好細嘅地方，像係看電視啊，或者係講我輩嘅表情很一樣會冇反應，同埋然後係講佢談起白天才用一片來談，看電視世界見看見行條線見看見行條線，咁嚟講一天咪有問題，意思係講要注意，好做都要注意，對你做嘅好有幫助。咁過你一下都奇怪一般因為遲到。談到啦，唔會講慢，唔會講慢，係練嚟嘅，對，係冇錯。可是其實談到唔表示佢唔會講慢，唔表示佢冇，佢唔會，就是唔表示講佢冇按樣嘅能力做得來好好講話。樣樣係因為佢談到，比如講像兩種土味係你睇這大類嘅，挑白因就想講，cái阿狗想講，阿狗就唔要講吧，其實佢有談到，其實因為我們人有那個聽覺記憶細個下佢談到嘅東西，佢會存在基本有地就講出來從了我們小時候的那個傾聽我們一般我們在講話從某人講主持人講你是飽嗎？佢談到我是飽嘞，佢談到就想講，想講我基本是飽嗎？佢就想講是飽嘞，佢怎麼主持人怎麼講？我是飽，佢怎麼講出來？就聽就談佢想怎麼講出來？佢談冇談到，佢想講你是飽嗎？想講佢只談到佢。一直談到，是嘛？是冇談到跟飽，你講呢是飽呢是嘛？感動佢冇談清楚，佢就講出來咧。其實簡單來講啦，你會講話，係除了有講話嘅能力，因為我談到咧，什麼我是穿到跳腦啲盤我是上好，我想原來係按樣因為我要談到呢個上，所以我做啲咧學習，所以我是做嘅條度，我係做到佢講出來，按樣我是會講話。小朋友佢係講談唔到，所以佢基本上冇辦法經過按樣嘅一隻講唱，所以佢是變成像你唔會講話嘅談到。咁個其實叔叔媽媽我想問嘅係，當音唱嘅是很難會講，係講要輕度嘅咧，譬如講強度嘅。佢冇提做過係等號，因為你係政府圈啲嘅推啲嘅早期療愈，從愛聲音佢糾改嘢咯，慢講法佢就唔見大家助聽器大家輔助所以我啱子糾正嘢是可以大咧還有音調學聲，佢係5-6個嘢嘛，有音帶，開電子嘛，有一水啦，就開電子從兩佢合組帶，佢合組堂度上去，從佢冇堂度上，佢就唔自己馬嘅上，佢堂度上佢就啲講要馬嘅上，咁講你喺堂度上唔係講，佢堂度上佢就會講，佢唔啲講你係馬嘅上，從你堂度個主持人你係矮，上次你講到佢腳啲嘅黑，啲嘅腳，佢唔啲講佢腳嘅上，係嘅人嘅上，佢唔啲嘅馬嘅意思。人家就會教育，所以教育，所以嘅動作是教育。我哋要談到上嘅嘛嘅上，所以其實就在講，喺歐亞字嘅時間是要帶啲翻譯講助聽器，其實係助聽器所以其實講出係咪談到嘅問題，你哋下係就得用啲講停手嘅動詞，來幫助。比如講，你兩邊講係講像係除燙器，但係講人工嘅填詞語。
吼，两种的东西就做咧培训，种啊。嘿，像俩助听器吼，像俩助听器系带两片耳孔，俩因吼。好发达吼，就有那个人工电子录音之口一站哈，因为哈，人工电子耳嘿，全部就是直接植入到我们的耳朵里面去哈。那这个人工电子耳它价格比较贵啦，这样一张哈，有800万，俩助听器还便宜，诱音哈还便宜基本有20-30万、10万啊、2万、5万都有，跟价格摸挺摸丑。贵耶！俩 FN 系统嘿，就是嘿學教吼，學教老師會教吼，佢有 FN 系統，佢就俩吼，欣賞講的話，佢就會聽到。從佢下講，聲音又咪聽到，佢就從佢老師自己係會見係佢聽到，佢動到聲音吼，從幼稚園給他發現吼，就係老師講，但媽媽講，我佢係會見係佢全冇聽到嘅。小朋友都怪，聽佢都會愛。其實佢唔係會，你係聽到。點解老師自己係唔所以你喺你看到嘅，家下媽媽叔叔媽媽有講到，像係聽書嘅助聽器哦，比如像你下叔叔媽媽咪有帶種相片，像你是係電子耳，像你要白人版，係，因為講從來兩邊嘅協會已經，佢後兩個聲音全昂嘅聲音吼，佢講我還有2台 Benz 的車子，佢一張吼白人版，佢有2張200萬，所以佢肯定注意聲音，肯定注意係4兩推嘅名牌嘅茶度嘅如何行啊樣嘢。佢2個聲音2台，佢3台。佢2個聲音哇！所以一個聲音一台。佢話我都有錢哦，我聲音當佢10個Benz出門吼，從2號電子耳，佢主要是線圈吼。其實正常的耳朵它是一個絨毛細胞，它可以那個。就是它可以正常的發育，可是我們耳朵損壞的哈，這個就沒有作用，所以我們用那個電極把它植入電極，然後這個就是它的語言處理器，它經由電極，然後把這個語言處理器轉換成語言，然後它才聽得懂我們講話的聲音。叫電子耳。所以睇法係睇個喺從頭嘅地講睇到大概除湯器啊，吼，人工電子耳孔也好，咁講喺地講啲片會白人版，懂。哇！所以係咪係異性互介工廠？哇，都貴。比如講叔叔媽媽要帶落，而且也是係除湯器，除湯器，愛來倆就帶倆，大擺去學校，叔倆帶倆，大擺去學校啊，等下佢嘅同事講。來吼，當日吼是2台我都賣出去，佢倆一張助聽器俺冇賣到東貴嘅，佢很細吼，一張係4萬人啊，2台我都賣出門，係，倆吼佢聲音還細吼，俺就用個叫做耳掛式的吼，將佢吼得聽，下台嘅下吼，佢就從當到錄音架吼，錄音架是用倆吼，耳內耳孔地圖解除湯器。佢你看到細吼，佢凍住啊，凍貴嘿，2台我都買。其實你也是係家下叔叔媽媽要解水吼，佢形容應該一種解做皮要接收器哈，要譬如我哋要接收器，佢睇咗形容啲輕輕做嚟聽上，大家都聽到。也係從倆係助聽器，從啲學校吼聲音帶到倆就聽得到。老師嘅講法，冇聽冇錯，係因為聲音佢湊下後背吼，佢就聽唔到。吼，從佢下政府嘛當好，佢就換倆發射器，就從個麥克風啊，倆發射器吼，佢就老師講法，佢就從直接是做咩？直接就佢嘅耳孔就會聽得到，接收到佢嘅東西。係，倆係電子耳嘅，電子耳嘛。同樣做得用倆細雜嘅，這個接收器就可以接到老師的講話。所以其實叔叔媽媽用講是咪地講，其實兩種嘅電子嘅一種嘅講器，其實講是台北基本係讓你你講矯正，它只是矯正聽，你基本係完全嘅讓你治療什麼哇，你按用音樂，你控制好靚，一直做得讓輕鬆音聽咯，它其實是一種你講聽手嘅講器。
比如讲是从因讯息感应而带梦魇，吼，有无该糖豆感应是会带煮汤戏安样个东西，英国吼，你又动英国从来嗰片咧，嘅睇埋嘅下叔叔長大嘅做天子嘅下，家阿公阿婆講，大你做咩講法咧？唔錯，大你唔會講法，但係冇教學，佢唔會講法，從嘅電子啊嘛，係有影響講巴拉嘛就開咧啊，佢會講法嗎？唔會，從嘅助聽器就像應該放大器啊，它的功能就是把所有的東西都放大，從嘅助聽器佢大人傷心啊嘛會大佢拿來參考，你有聽到一個行路嘅上叩嘛聽到，我袂嘅誘因一個空法，嘅時鐘噠全堂嘅都，佢就全面放大。伊會用埋教本佢講啲講你係媽媽講法嘅上，佢全面放大，佢就念那，佢教佢講你係聽媽媽講法嘅話，長唱，佢就係個意思所以其實說媽媽自家有老該主唱期待款啊，所以你的感覺是其實該透過主唱都該上色，然後一啲順條所有該上全部都去表態，係這樣感覺，因為所以佢哋做啲講是從有啲農業家己好努力，有冇幾好世界上去談到，所以佢要聽說呢個談到嘅題解，小朋友其實就係到上邊動態，聽手機聽之錯嘅，因為擺有唐英講伊個老人家佢老人家老嚟都全部聽唔到，伊擺佢家嚟想講買一張助聽器俾佢戴，佢戴嚟戴轉去個馬桶按下去啪呀，他不會插到咧，啲洞橋全部聽到咧上戴嚟個上聽到咧，呢種反倒聽到聲音反變得不正常，這樣子，就會變成那種感覺。佢上講嗌做埋係送片數，沖下水按台上，轟嚇到嗌係冇，所以你要是係按用解清楚。咁講有時沒有其實你讀說媽媽生活談啲講是啲講，其實按用帶主趟伊係做啲動態嘅提升，雖然見譬如講情緒醫療去治療，個係要當好嘅幫助，還有嘛嘅啲做啲類學習嘅啲療下啲可能做類。說媽媽打水，上台節目講到其實大家都填詞界課就係講呢個助聽器、助燙器的東西，其實係大家都前途幸福，所以其實都富有，其實心靈還係都富有，因為你係經歷過內界一個歌唱，而且都未係影響動態嘅歌唱，未係影響咗。當從頭嘅學習，有道理是面對基本講到東道白咁解。唔係，其實講好咧其實按樣解要談到問題嘅小朋友其實講實在，我而家阿媽媽講嘅比如講啲大按樣解填詞兒講，其實佢做嘅好識講喂，其實手語呢個手語係一種方式，從從基本從啲係好簡單嘅。從呢啲美國用兩種嘅東西嚟教小朋友嘛。係，你當台灣嘅音係用手語你嘅音全有帶電子耳，還有帶助聽器嘅音就盡量啦盡量用嘅國語跟他交談。那我們在學習語言的時候唔係講從台灣加講，因為每大教佢客家話用埋個國語然後從學習語言的東西就先用單一的語言那手語是他台的聲音給黑白就連接第二語言那通常我們的話就是先教國語這樣子。所以其實講到先教國語翻譯兩件事情上咧，問下係講像要談到問題嘅小朋友，佢係講學習其他嘅語言，自從而家講是好有困難。因為講佢冇能力，老實講，因為佢暫時學語言，所以你先學一種，
嘿，好，但是改意念了不给好些，嘿，安样改，所以一般你开始来讲是咪可能性学翻译嘛，因为学到诵口啊，都係用翻译来教啊，然后同學來溝通，還是些人係用翻译來溝通，所以你可能對安樣改小朋友學其他嘅呢個聽力意念是好辛苦其實。嘿，又從愛來吼，特別吼，愛教機吼，而家大家公家坡公村，公村是用國語啦吼。啊，問題吼，不下吼，佢就說阿公是泡喏，阿婆是泡喏，佢爹嘛袂教導。講吼，簡單簡易簡單，啊，從個我下上課會送誒，吼，佢就一定係國語，嘿。所以其實所以其實講起來，你係見意念嘅學習嘅一種嘅過程。所以其實按照嘅時間下來，佢還是佢肯係做啲講到當好嘛，做啲做啲溝通哈。所以之前叔叔媽媽講嘅，其實唔單止係手語係一種嘅方式，還有一種嘅方式係呢種口語嘅練習。你下大部分呢啲都會希望佢哋做口語嘅練習，是嘛？呢種係幾好嘅啊，做啲直接講嘅方式。係，因為吼，你係從手語啦，係我大家全部從哪一種口語到？媽媽明白，我做大家先生唔會。因為講溝通咧吼，因為溝就會通，溝通係講法，我冇大講，因為點解先跟上嘛嘅東西，係，像咁樣。咁不過其實像係叔叔你下係嗰種語言性嘛，吼，佢從細到大，佢至少都係讓一般嘅小朋友強咯，按用應該上課從何來學習。係，佢細嘅下吼，我其實吼，佢上課吼，佢小學以前吼，佢是上6年的，有蠻講，佢實感業帶主題啲嘅下就等於是上課，因為講法，特別阿公早先愛視察嚟出門，阿公就同佢講，你係哪呀？成講，我係上課，佢特別就係語言上講，佢因為我所說佢嘛有腦性麻痹啦，吼，佢還有肢體的問題，吼，佢就特別就會去做復健，吼，啊，佢語言嘛是一個復健，吼，但特別阿婆問講，佢來上課，是衝講上課，佢就啲講上課，啊，佢聲音嘛攏怪吼，細就佢講，啊，佢就會教啊，佢就會講啦。所以佢通過小之前其實生意可能耳目強嘅藝人已經受到當多嘅訓練咧，所以佢也當習慣以後講上課咧。佢啲係聲音特別好啦，當到啲家長都講哦，佢嘅童年吼，啲嘅語言度過。叔叔媽媽講到小秘密，其實我想對叔叔本身嚟講很辛苦哦，咁辛苦。基本要乜嘅好情緒反應、情緒嘅反應，我要嘛，因為平日小朋友都出意料啊，伊都會像啲下嘅聲音成搞解甜筒啊，要麼吼哇搞解甜食嘅東西，特別嘅聲音好重下嘅聲音，是咪伊都會做啊，伊都會要解態度好啊，搞來搞去啊，咁個可能幾老朋友是咪好冇強，基本持續幾老朋友冇強。特別細嘅下經啲，經常上講啊，大家提供大家去進商啊，特別啲幼兒園吼，嘅幼稚園嘅下，幼上我阿姨叫，要買嘅弟弟冇帶哪嚟帶，幾陣冇，嘅細嘅下經啲叫上講特別紅嘅早先紅嘅就帶佢帶好就出門，啊出門送佢左右鄰居吼，叫學校啲位都會全安帶要進商，啊到回歸到幼稚園嘅奇怪，個媽媽要買幾冇帶，我就同佢講，你講生病了，要慢慢搞佢生病，啊他上幼稚園的時候吼，我嘛去學校給同學講吼，就像說故事啊，說那個什麼我的妹妹聽不見啊，那本那個聽障的繪本，教給誰講哦，我瘦就僅僅係給啲個醫院帶了改良面嘞，僅僅是生病了吼，腦傷了才會要帶着助聽器啊，我講你帶來糖喺度啊，細嘅下預備吼去做聽診。在膊頭上緊緊叫咧，用蠻綁那些東西，糖都沒有安全感。因為老啲膊頭緊完全糖都用量輕嘅，基本上都冇安全感。那種是一種恐懼，基本上都凍驚。
所以其实透过小型眼线图、用眼线狗，其实让一般嘅小朋友强下都好高嘅学习。所以佢自家饲到自家老朋友冇强啦，不过因为叔叔妈妈要教，叔叔妈妈还有佢度好高，去教其他嘅小朋友，然后其他嘅同学讲，叔叔因为儿童生病咧，躺到咧，所以就系带安样嘅等于讲出抗议嘛，其他嘅小朋友就慢慢就得来接受呢样嘅情况，叔叔都唔管。诱因从给大白吼，从爱协会就有做那个校园宣导哈，就是从幼稚园、国小、国中哈，因为规范的声音足记一改用蛮提供带人，诱因个电子的很巴的一张批报、写批报，填子泥控，挑白处理器系个两边在的，就是讲，起管用完8个因为声音地位其实一棒，那一棒把人玩。俩好处大家教声音，跟老师讲从协会就会发展一些那个一些文字叙述就打声音讲用蛮大家声音讲法莫个啲协会讲根本谈唔到，其实做啲字啲俩大人，你也面对他讲可能都大家讲法这样啲，莫讲啲协会讲莫谈到，自己莫谈到。伊后面冇做糖豆，所以你讲，我见慶英做係冇糖豆，係啊，因為佢係真是冇糖豆嘛。不過其實對你係叔叔即刻嘅，你講佢嘅性如嘅立場所以佢哋係有各種顏色，其實動態咧，像少年呢，19年呢，自從叔叔媽媽講嘅，按從解事件伊也行過來咧。不過我想，其實呢度小地圖要動按樣嚟因為大家強下就咧教育就嚟相互來了解，相互溝通。你嘅國產係用，你嘅國產係用，大家相互來提升。像我是啲叔叔媽媽，其實咧是屬係做得當好。你自家嘅心路歷程，你自家已經行過來咧。行過來，特別其實我哋全家長全聲音伊是聽大家去上課，不聽聲音水聽我全嚟下次記起來講，基本老師教嘛嘅東西，從基本老師教一隻背，一隻背啲會會教埋，你大家講，你按哪去咧不用下去，你一句話慢慢寫去咧，老師用文教一張啲，冇講那聲音講哪度啲東西學，對不對？你會當教佢講兩個背，按哪去咧就按慢慢教。不聽聲音水聽就大家大家下去咧，因為媽媽從看佢聲音看講嘅用蠻係蠻解嘅圖片嘅視窗看嘅結果嘅做咧做咗咧係大家黐嚟啲味道，大家講嘅啲味道用蠻解東西，魚翅魚鱗因為蘋果嘛係從教蘋果。像大白ăn蘋果，其實蘋果唔係長在冰箱呢，蘋果係長在樹上，錯嘛？大白就話蘋果長喺哪？你想我大白喺冰箱拿出來，從幾日出來教，教了俺當到家長教出來帶出去看，會看講蘋果這個，蘋果樹很難親啦像嘅香蕉樹親咪到就會看，嘅香蕉樹上都有蠻樣。所以安樣雖然講動性，不過我發現安樣嘅教學好好誒，安樣嘅教學方式其實對小朋友好好誒，你做得真心去了解，然後真心去接觸，你每次都該課本地圖、教師地圖以後都了解東西聽唔聽？不過我安樣聽叔叔媽媽講，所以叔叔媽媽動性古誒，佢做我下做得準備水我哋，我講你下都愛寫功課。冇得小公公，但是教出來想講，見教育全唔要講因為從協會嘛，咁多嘅家長教到當然教到佢唔要講佢教到佢講佢嘅自家當翻譯啊，所以自家當翻譯，個了解先要非常有耐心嘅，也係因為安樣意，所以叔叔媽媽也攞睇護士睇冇做，專心來陪佢。佢下叫地公5、6個月，地公去糖豆
一般也比如讲可能脑性麻痹，因为机器脑伤的小朋友，按国内吼，俺老公就讲，千长得丑就很有嘞吼，千不是逗啦吼，声音够好下样啦，俺马上想，其实讲想讲，你声音哦，你讲唔晓讲法，又唔晓喊有喊唔长的音哦，用个塞机不安冲嘞，就想讲好啦，不指望出的。等下客家大家教好吼，冇俺有3个声音，你2个台，机器甲袂传真，你个洗马上会响起啊，俺就想做对啦，好啦，俺这个就不是就把工作辞掉，那就专心带他哈，就当伊在去要上口，冲动上口。不过，哎呀，我每当好让说做的有很好多个时间哦，接触其他的相处，想乡亲朋友先聊下你在下当中可以。在信上说，要所有的员工在1个月之后退出的，这不是一人一票，让他们怎么样？为什么？因为都可以喊，你在讲我们眼神，这样。反正我一定要弄走 Andy，对不对？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就赶快去拉拢他，带 Andy。我跟他自己关系很好。我跟 Andy 也很好。我这里面2个票。使用一个时间，就会杀你今天。反正还就会打电话找他客服。关于3名大学生入山失踪，内知名大学昆虫系的学生，龙会安社会主管，那我们去到前，确实想到太多事，3个情况。科长，我有事情，我得。浪费这，浪费这个暑假啊！对啊，不然怎样？我准备转系。这东西很丢脸吗？请看，请看，请看，节目加戏。好啊！冇办法，你哋你成位，不是他可查咧，他嘛？我会查。我这边这样听起来，我觉得。资源、生态、探险区，跳脱的儿童节节目，黄金 people， 4年除夕早晨4点，大家好呀冒险，4年除夕早晨11点半，还有3000另外，4年除夕到住12点，一个冇共用的儿童节，让天空更亮，探险区。做到一半，然后突然发现他醒了，好恐怖！那个生物学家可以学那个老鼠很重要，有点卡住之后，带他们都爬到上面。我好担心我会臂力不够，或者是那个脚力不够。内里用点头。没错啊，感觉整个镜头。这只是其中来不女生。上这组嘞！上篇节目咧，Andy 有讲到吼，其实面对安样个小朋友老去相处大方式当然有动动，不过其实伊也老去面对面，老去讲话，吼耐心意、教基也是清楚的。好，所以做本底都后袂见兴趣，都后袂见兴趣是讲无参与讲，哎呀，我见兴趣你用谈唔到，因为其实真是谈唔到。就解下叔叔妈妈有讲。因为百几佬小朋友到同学同學出去聊嘛，有係咪？嗰擺吼就去個滑個獨木舟，個獨木舟有2個，本來係是媽媽圈見的聲音，個下啲個水面吼，個大風吹高一下吼，2個聲音強發發，個2個媽媽坐去迄位，個聲音講，因為我來吼，伊個腦性麻痹，伊就個
晃来晃去啊，佮迄袂声音讲，迄莫听筒莫糖豆迄无，见迄咯规碰顺来伊全糖豆讲，迄莫伊无听筒，见听筒就嘛，声音本来就莫汤莫长，伊就这样摇来摇去，我就逐声音讲，弟弟，佢一支糖豆，佢薄体咧，迄声音吼，全马个时间全都在走啦。不过吼，就会去水顺吼。玩水啊、泛舟啊，嘅啊，就进去出嚟搏睇啦，搏睇對，看機大家講法，總唔得講後機係袂見過係咪？所以你會看伊像兩種相片，你也總會看到，其實兩種是細細都愛抽水，就兩內屬於附件嘅一隻狗場，附件嘅狗場。因為佢有嘅腦性麻痹嘛，吼，佢腦性麻痹吼，佢就附件，佢啲水中吼，係比較自由。伫個水中吼，佢教授教佢嘛，總唔得講係唔講1、2、1、2啊，佢嘛會用逐幾個數幾個叫慢慢一個發。你冇話到佢就咧水就唔在抽水時間，佢就得用嘴，然後佢講哇1、2，其實佢係冇辦法，因為用動作用手勢修飾，然後佢講，就比如佢就該抽水，係講叔叔媽媽係佢，咪會用。講到，係用手係用動作嘛？佢哋嘅手時間咧係無嘅加油，佢就會糖到。因為都水就佢總得大概從康嘛，會快啲嘛。咁到佢行起就得抽水，咁到佢哇，該愛跟你讀水讀抽水是很動量型的一個世界，這個悠游此才都該會抽水，其實唔單講係說要抽水相片，其實媽媽還有帶佢輕鬆些，咪係做附件嘅。伊都相片，做啲老人家向手朋友來分享吼。比如講像兩種佢吼，佢因為佢有腦性麻痹，佢嘛手吼，一隻拄到個地位，拄個細去啊。佢特別拄個吼，媽媽好嘛，還有吼，從聽障的，還有一個那個要做聽放吼，就吼，到佢講嘛個上堂度吼，佢個東西佢從個吼。伊隻口嘛係用嘅，跟住大家講，你糖豆上怎麼用下？咱特別從老師嚟講你啲係為係咪？教佢嘅佢糖豆佢怎麼用嚟？用嚟，叫做聽放這樣子的。教佢講，你糖豆係咪來去講？你看佢嘅糖豆咧上，跟住去講你糖豆咯，用嚟。其實最重要嘅是希望講小朋友佢哋攞去糖到嘅上癮，攞實體嘅東西做連結，係冇見嘛？唔啲佢糖到，哇，今啲那是今啲嘅係叫，從冇佢糖到，可能喇叭上今啲嘅係喇叭，所以攞啲攞實際嘅個體做連結。所以其實像你也是係兩種相片係呢個說講古係冇講。3隻小豬的故事，咱就想講不去搞吼，叫做不去學，佢下動習慣嘅3隻小豬，結果因為我冇可能3個聲音，結果佢係豬小弟，咱就講你係豬小弟，就還認真一點，咱就不去學講法，講故事啊，所以其實佢也做啲學講古，其實兩種咪係咁麼？兩種細細嘅下幾掹3歲嘅下，2歲啦嘅下，佢就教佢吼，佢老師嚟教佢講，佢用埋嘅洗臉，佢講係佢洗面啲了，但佢教講咧係面，唔係講係洗面，洗數面來，哪一個我們這種聽障都要那種情景教學，然後還告訴他說，這個是臉，洗臉啊，全部都要情景。像過2天是那個清明節啊，像那1年1度的那個節日，還有兒童節我們就會依照那個情境來教這樣子。因為1年才碰到1次，那明年他的年紀有冇窮台不一樣。所以其實講起來對東東來講看到按所嘅相片，會知道倆嘛係一種奉獻到好行動幸福嘅構產。唔過解下叔叔媽媽要講到各個鄉親佢哋都要東東嘅口唱，做啲幫大家去參加，所以你都要大家要東東嘅發號。變先講你東東嘅家長小朋友做啲做改變始終鄉下，鄉下做東東嘅發號事情，大家交流，其實咪當快樂，因為當好大好事。係，因為相信從來成因佢嘅頭學教同奶
哪一个国家还适合他吼，像幼婴吼，那边有做在做复健为首吼，哪一个老师教的东西吼，动吼，从来吼有一摆吼，可以，我们家长都要做那个教具哈，彼此之间那个教具哈，家长都会从又蛮教吼，从俩又蛮狭哈，俩又蛮教因为伤心吼，教东西又蛮教到个瓶颈哈，啲又蛮教个还好，我跟家长大家就会讲，是啊。係，真是尤其係講有安樣嘅問題，就安樣嘅協會做咧進步提升智能，因為有講千因總數，係有因素咧排用所以其實做咧到當到千因界面地道了解地區啊好，去韓國界所以因為韓國人冇，係，錯。呢啲個係講都係說老實講，而家本來係是一件動性嘅事情，呢啲都到其實係呢啲做運動現代裡面對都到做呢其實非常辛苦，呢個叔叔媽媽講到從運動輕鬆，其實呢大家是啲19年嚟佢做經驗性嘅，其實係一條動衝嘅。三四點吼，你想想，跳擺又蠻講，還蠻唔啲吼。係啊。對吼，不對吼，意思跳吼，動魔漢嘛，兩邊走，幾邊走，兩張眼走，幾張眼走吼，兩邊教，幾邊放，教好吼，唔到水魔幾下吼，動跳幾下，你想講你想講，唔係有個東西教唔到嘅，教到吼，幾習慣吼，動幾下吼，不足足嘅。流下眼淚可是吼，想講稍走吼，走不得遲到早退吼，傷心吼，可能個颱風天呐，不見想一想還是要去。所以其實我是真的動感同所以有點講，所以其實我係講嘅係，看到街都上片，你是咪啲講？其實講起來動健，但唔過街係就動健性嘅夠長，因為可能小朋友每一天打分打苗用教佢動用來試，唔過所以街行係講下，因為容易講下以後，遲到嘅冇轉台到，你睇冇做留下來咧，你係講意見，動雜了解事情係嘛？解事情呢？是係兩種卡片哇！大家鄉親朋友做啲專心來看一下兩種你試到兩土白同樣音，係咩試到兩色彩啊，當豐富又係講其實佢係當要創嘅。哇！兩種卡片發到非常係講，佢係馬上買，佢哋係速買。嘿，給他小學可能5年級那時候的，佢去做復健啊，佢就弄嘛，從佢嘅發給佢們，佢嘅助聽器佢嘛，大家人物圖也帶上助聽器。冇錯第一張卡片的後面佢自己有寫佢係寫講係講有超能力佢會去到跳擺嘅視台是從兩發嘅強咯，唔講佢講兩強則事件我會帶你嘅除湯而強下去，所以其實佢係一種樂觀嘅心態裡面，以一家人生嘅路第五度咧有一啲說一家寫本一啲福利類嘅節目嘅卡片。所以昨天看到咧係叔叔自家寫嘅可能你昨天看到清楚，我唔過咱當條寫嘅，佢之前跟叔叔媽媽講嘅，因為佢講佢寫嘅是，因為佢有兩腦，佢係有腦性麻痹，所以佢寫嘅是有毛毛蟲咁個福爾類咧感謝呢條感謝福爾類咧，感謝福爾類咧節目送本兒童糖度嘅小朋友所以到兩邊特別攞呢個叔叔講叔叔謝謝你。是你收到了所以其實也是係說動物從情感部分其實兒童他們都會聲音其實還是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能力的其實我還是想講在大家每個家長講其實聲音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長處冇聽到講兩個聲音特別下擺上網老係也係說可以陪動球，因為愛唱配機所以其實我挺錯嘅，我之前啲大家都唔知所以基本你調到節目嘅，然後你大家都分享，你人用應該提示安種嘅小朋友。其實咧是係你講要選你選擇要多安種嘅小朋友，你也冇知道
联系嘛个动养宠个问题，你知道一般人穷的时候咧，系冇咪做得以请安用个协助，比如你咪做得以参加协政府呀，好，你唔都会要当到个资源，最起码要人好摸。有，怎么？系咯，之前我做最起码要叔叔妈妈做得摸，怎么？你对不对？你咪知道，你是好咪知道故事，你还咪知道动物，有拍，有拍。哦，俺也每次都係講新冠後有嘛個困難，其實改天嘛要當到個資源，大家做得來教你講你做得容易來面對，容易來做。用新冠就是個起到好溫暖。你下政府嘛當好，你下嘅早秋的雨啊哈，嘅全走的當好，個政府嘛本年嘅補助哈，助力金嘛有補助啊，嘅好有東西賣到吼，你也不給帶到你也會教佢。聲嘅教佢同曉，教佢同佢溝通，溝通同佢嘅講法，啲路怎麼衝？冇錯哈，所以其實係一步一步來，嚇，安樣嘅路係非常嘅衝，就係非常嘅快樂，咪非常嘅樂觀。度兩邊非常什麼誒理解，叔叔媽媽見面啦，謝謝，今日基本有啲福氣來，當好，什麼你哈呀，謝謝什麼叔叔哈，謝謝。好啊，鄉親朋友，希望今日嘅節目大家要當到嘅學習，要當到嘅感受，個向大家先聊下，然後再做唔同了。